美女馬拉松之旅第4日，今日是美女馬拉松之旅的最後一天。我與27位跑友一同奔赴馬來西亞機場，踏上返港之路。望着窗外逐漸縮小的城市，這4天的點滴在腦海中不斷閃現。賽場上，大家全力奔跑，用腳步丈量美麗的土地。賽後，一起品嚐當地美食，分享彼此的故事與快樂。這次旅程不僅是一次馬拉松的挑戰，更是一場充滿溫情的友誼之旅。雖然身體疲憊，但內心滿是收穫與感動。期待未來還能與這群夥伴再次踏上充滿未知與驚喜的旅程。Hello， 各位同友仔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啦，4月14號星期一啦。好啦，咁咧而家咧上晝6點39分嘅。我咧琴日嘅睡眠質素咧只得64分嘅，所以咧唔係太好，因為平時我都有80分嘅。瞓覺咧都好緊要嘅，對訓練，大家繼續加油啊！好啦，最後睇下馬來西亞外邊嘅景色啦。嗱，呢度咧由酒店望出去嘅 view 都幾靚嘅。今日酒店嘅房間最後望一望裏面嘅洗手間啦，係啦。今日506號房啊，從酒店另一邊望馬來西亞嘅海景 view 啊，呢度都幾靚嘅。望埋酒店另一邊嘅景色啊，有個叫麥迪卡購物中心喎，呢度服務質素係比較好啲嘅，我就俾80分啦。酒店環境就65啦，一般係一般。好啦，而家咧跑友們咧就等待緊去機場啦，我哋啊。好啦，而家係上晝7點43分啦，咁咧就到咗沙巴機場啦。轉個圈俾大家望一望先啊！沙巴機場見到跑友喺度啦，跑友喺度吹緊水啊！好，時間嚟到8點08分啦，咁咧就入到機場裏邊啦，望一望環境啦，都唔差喎 ，OK 喎，有冷氣嘆啊！咁咧我而家咧就同啲跑友食早餐先，食完咧就返香港啦。台灣牛肉麵啦，馬幣就25蚊，港幣就42蚊啊！好啦，咁而家試下呢碗麵先啦。麵都爽口嘅，菜又煮得啱好啦，但係牛肉咧入邊柴咗少少，咁我覺得呢碗麵都係值60分左右，唔係太好食。好啦，而家時間10點20分啦，準備飛返香港啦，睇下幾耐先。好啦，而家呢啲空中服務小姐喺度幫緊派緊餐我哋服務緊啊！而家靚女幫我斟緊 coffee 啊，哇，正啊正啊，真係開心！未派到，未派到。好啦，今日嘅飛機餐啊，一杯齋啡辣沙飯啊，辣沙飯，睇下裏邊有咩先。頭先個靚女咧，俾呢個靚仔咧飲嗰個齋啡啊，睇下齋啡。冇俾錢嘅喎，靚唔靚仔啊呢個 ？Thank you 啊，講 thank you。嗱，辣沙飯就係咁嘅樣㗎啦，辣沙飯。好啦，咁而家又試下個飯睇下點先。係咯。有啲男嘅啦，都係你一甜嘅。個蛋咧就係普通蛋啊，飯都軟熟少少嘅。咁呢個飯我諗合口咁嘅樣，65分左右啦。飲埋個咖啡先啦。咖啡對比香港嚟講咧，好似呢個飛機餐比較甜少少喎。之前我飲啲齋啡就比較苦少少嘅。咁呢
街啡都麻麻地啦，俾我揀就70分左右啦，唔係太好。好啦，而家時間就下晝1點07分啦，咁我哋正式翻到香港啦。好啦，翻到香港啦，熟悉嘅香港機場啊，香港匯豐啊。Hong Kong Express 啦，Hong Kong Express。好啦，而家搭列車翻去個機場度啦。哇，見到一班靚女空姐、空少喺度啊，影下佢先。嗱，我哋香港嗰個行李位都大過馬來西亞幾多？你睇下，幾大，幾犀利。好啦，咁出到嚟香港嘅大堂啦，嗱，幾靚幾個氣派。相比起馬來西亞嗰啲，真係爭兩級㗎。今日嘅旅程都好開心啊，圓滿結束啊。雖然馬拉松做唔到我所想做嘅成績，但係就同成27個跑友一齊跑呢個經歷都好難得嘅。同埋呢，就可以見識下馬來西亞凌晨1點嘅跑步啦。不過下次我真係唔會嚟㗎啦。咁呢，就期待下一次跑馬拉松嘅時候可以突破3小時30分內啦。咁希望最終嗰個日呢突破3小時內嘅。咁呢，最後呢，就願主祝福大家啦。咁請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多謝各位。多謝各位觀眾睇我嘅視頻。我嘅寵物天使科技貓會繼續俾大家帶來歡樂。